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。上主命令我对以色列的众山传达伊的信息，将至悬上主的话甲因讲。上主讲：人子啊，因为以色列的对敌捌讲，哈哈！以色列古早就有的山峦仔，要变做阮的产业啦。所以，你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的信息，讲，因为对敌互你荒废，对四面吞踏你，互你诚侪其他国家的产业，互因的人民甲你踢笑，当作笑谈。所以，恁遮的大山、小山、溪沟、山谷、趴远的地、荒废的城，互周围列国占领受支持的，着听至悬上主的话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会受气，亲像火跌倒，要谴责列国甲异党人，因为因存心恶毒，占领我的土地，欢喜快乐将伊当作战利品。所以，你着对大山、小山、溪沟、山谷传达我有关以色列土地的信息，讲，因为恁有受列国凌辱，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大受气，立誓讲，恁四周围的列国一定嘛会受凌辱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毋过，以色列的众山树木话果无生，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，恁遮的人结果子，恁真紧就会转来。我关心恁，疼惜恁，要互恁的土地会当搁开垦种植。我要互以色列人口加添，城镇有人徛起，防堡搁再重建。我要互恁甲恁的前生拢兴旺，生炭真多。我要互恁住伫早前大价的所在，赏赐恁比以前搁较侪的福气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互我的子民以色列，恁遮的人伫众山的顶面行踏，因要成做恁的产业。袂阁互恁伫遐丧失儿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人捌讲，即块地会吞食人，搁互国家丧失人民。但即块土地袂阁吞食人，袂阁互人民丧失子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你即块土地袂阁受列国凌辱，袂阁受万族欺刺，嘛袂阁互人民丧失子女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以色列人住伫因本地的时，因的所行所做，将迄块土地拍垃圾。对我看，因的行为亲像经期中的妇女无清气，因为因伫遐杀人、拜偶像、拍垃圾迄块土地，所以我要将我的大受气摒落伫因身上。我要照因的所行所做刑罚因，甲因放逐去外邦，四散伫列国。人拢在讲，这人是上主的人民，却着离开上主的地。因互我神圣的名，伫因去的列国受亵渎。我珍惜我的性命，毋过以色列人，无论互人掠去倒位，拢互我神圣的名受亵渎。所以，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人，我要做的事，毋是为着恁，
是为着我神圣的名，因为这个名伫恁去的列国中受亵渎。恁捌互我的名伫列国中受亵渎，毋过我要伫因中间显明我的名是至大神圣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要对列国中带恁出来，对万邦自述恁，带恁转去家己的乡土。我要用清水甲恁嗅，恁就清气；我要甲恁洗清气，除去恁一切的污秽，甲所有的恶相。我要赐恁新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恁内面。我要对恁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搁赏赐恁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放伫恁内面，互恁会遵守我的规例，顺趁我的命令。恁要住伫我赐互恁祖先的迄块土地，恁要做我的子民，我做恁的上帝。我要救恁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嘛要互恁五谷丰收，袂阁有饥荒。我要互恁的树木熬结果子，产黄出产真多，互恁袂阁因为饥荒受列国侮辱。迄时，恁会想起家己邪恶的行为，甲所犯的罪过，嘛要因为恁的罪恶甲通厌恶的事厌憎家己。以色列人，恁着知，我安尼做，毋是为着恁，恁着为家己的行为见笑歹势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将恁所有的罪洁净了后，要互恁的城镇有人徛起，风暴搁再重建。即块趴远的地，就是过路的人早前看做风暴的所在，当会当开垦种植。因要讲，即块以前趴远的地，现在竟然亲像伊甸园。这个趴远荒废，互人毁坏的所在，现在变做坚固有人徛起的城镇。迄时，你四周围还未灭亡的国家，要知，是我上主重建荒废的城镇，搁再将风暴开垦种植。我上主讲出喙，一定实行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搁回应以色列人对我的恳求，互因的人口亲像羊群遐尼多。荒废的城镇要阁有人话话聩聩，亲像耶路撒冷伫做期献祭的羊群遐尼多。安尼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